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今仔日是2021年的8月初5。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130篇，撒母耳下卷13章37节到14章的24节，罗马书15章第1节到第6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应该着爱满足什么人。咱咧讲话，也是做代志的目的是啥物货？现代真流行一句话的讲法叫做话术啦，意思就是讲话的背后有另外一个的含义，另外有目的。实在是讲，听起来毋是亲像字面安尼，听起来迄个意思，拢还佫有其他的内涵。佫有安尼讲诶大方向的一个元素啦，真侪人讲话足爱挂保证，比如讲，有人会甲你讲，我讲话拢是真诶啊无我就会安怎安尼啦相信大部分诶人拢有共款诶经验，亲像咱出门去佚佗，伫咧山路诶边仔常常看到人咧卖迄种芳蜜诶广告，讲无顺就站头。相款呢，就是讲做一项代志挂保证，好哪亲像讲安尼，伊所做的就是真正确的，是上值得信赖的。但是牧师认为，就是讲你若真正做代志值得信任，其实你就无需要安尼来挂保证，敢毋是安尼？那咱若有迄个经验啦你若甲迄个人讲你卖即个芳蜜无纯啦，伊会创啥物？伊会甲你讲安尼我来掠一只芳来甲站头，因为伊的芳无纯。即种的保证其实是无路用的。头家伊的目的，写迄个目的的，只不过是为着要互伊的物件来销售更较好。伊的是毋是一个纯正，还是讲无纯正的芳蜜，咱拢毋知影大笔的囝押撒龙，伊为着伊小妹清白，虽然伊安尼真愤慨，招伊其他的兄弟，来刣迄个受侮辱的伊他妈的即个暗论。但是咱知影，押撒龙是利用遐个兄弟尔。约押甲提哥亚的负责人，因做代志却毋是满足家己，是毋望大笔王会当原谅即个造成兄弟中间来杀来杀去的即个押撒龙，所以约押就照大笔王的命令，将迄个因为杀死暗伦流亡伫基述3年的即个押撒龙呢，带倒转来耶路撒冷，完成因的计划。但是这个计划毋是为了因家己虽然是安尼，但是咱看见接续押撒龙，伊就毋是真纯正的人，伊阁有计谋要来篡王位，有即种的企图心啦保罗甲罗马教会的基督徒讲，毋通求满足家己。这对基督徒来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提醒。亲像咱前几工有讲到，无论做啥物，就是拢为着基督来做，毋是为着家己来做。无要求满足家己，是为着要求满足上帝。满足遐个需要帮助的人，咱甘心乐意来奉献。咱有讲到外邦的救恩。伫迄个时阵，咱有讲到，遐个已經知影救恩、领受救恩的人，應該愛願意去分享救恩，毋是主動，毋是藏落家己要用。保羅講，咱的信心堅強的人，應該幫助信心軟弱的人，分擔因的重擔，無求滿足家己。咱每一個人為着信徒的利益來設想。就要建立共同的信心的生活，因为基督并无要求满足家己，
反倒当亲像圣经所讲的，雷骂你的人，雷骂拢落伫我的身躯顶。圣经内底的话，拢是为着教示咱来写的，目的就是要来互咱来借着忍耐圣经所互咱的鼓励，甲会通得到的愿望。愿迄位赏赐忍耐鼓励的上帝帮助恁有共款的了解，学习基督耶稣的样式，好啦，互咱大家斗阵做伙，同心来学乐上赞咱的主耶稣基督的爸上帝。咱做会到吗？基本上是有困难啦，吼。但是这是基督信仰的本质，甲一般咱咧讲的社会的人的想法无共款。咱一般社会人甲你教是讲啦，人不为己吼，天诛地灭啦吼。所以这是绝对无共款的一个价值观甲做法。亲像马太福音25章的经文，耶稣基督的教示共款。伊讲做伫上岁至微细的身上，就是做伫我的身上。迄个最微细，就是保罗咧讲的信心软弱的人，需要关心的人，欠缺救恩的人。基督徒如果无愿意安尼来分享，无愿意去分享上帝的疼，那安尼咱所信的就是死的，亲像雅各书甲咱讲的共款。因为咱活袂出迄种美好的见证。最近东京的奥运大家拢真爱看啦吼，特别今年咱台湾摕到真济的牌吼。台湾国家队一个女子的体操选手，伊18岁的丁华，伊第一摆来参加这个奥运会，会通讲是伫50几年来，台湾第一摆有即种的女子的体操运动员来代表来参加吼。伊自5岁开始来练习即个体操，并且伊对即个体操的真意爱的即个意志力，佮不断的练习，伊有真好的表现吼。安尼讲，伊绝对咧起飞定定啦吼。伊会当伫今年来徛伫即个奥运的，咱咧讲运动上悬的即个殿堂顶悬，伫迄个所在来比赛。当记者咧甲访问的时阵，伊讲安那？伊讲伊袂紧张啦，伊只有会祈祷，伫即个平衡木的顶悬的1分半钟吼，献互上帝吼。我想即种的选手来讲，对伊来讲，会当徛伫即种的奥运的比赛舞台，是伊人生上大的荣耀。但是伊却会当真谦卑，将即个荣耀献互上帝。安尼的人，不但伊会通得到真好的表现，也将来牧师相信伊也会成做后壁搁较少年的这个运动员的帮赞吼。圣经甲咱讲，无求家己的利益，这是保罗伫哥林多教会的教士中间所会提醒的。今仔日犹原咧提醒咱，毋单单爱求家己的满足，搁较需要来追求应神益人，成做一个好的基督徒。